脸上怎么这么长一道口子呀？胎记。我的孩子，你要茁壮成长呀！好的，娘。别再花心了，娘想抱孙子了。你自己不是刚生完吗？娘也没老。肉眼可见的老了。这些人哭什么呀？你娘又不是，那么就老死了。我会替你报仇的。什么？是家主狐假包换，哪儿冒出来的狂徒？我龙家100亿资产，一句话就是你的了。说的没毛病啊。家主硬性，果真是家主。但您失踪多年，现身就要夺我的权，这恐怕不太妥当。什么条件？你可以给我磕8万个响头啊，或者1个月以内。他选择了磕8万个头吗？服了没？家主是你的了。短剧情讲女主的爸爸是个富豪，但是他10几任妻子都生不出孩子，这不像是你说的问题啊。于是他去国外投资了一项科技，自己生。你竟然没有！知道是国外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女主长大了。那时间哪里推移了？哎呀，好危险的！他知道怎么做。俩人一见钟情，有了爱情的结晶。她也就怀孕了。